全部已经结束了。是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直接跳到我们男生的部分。那刚刚我们已经做了解释，就是在男生的部分呢，就是因为今天只有2位参赛者报名，所以呢今天还是要做初选的部分。所以说男生的部分你们应该都准备的非常的完美了吧？对啊，他们最后呢？对啊，而且男生就压轴啊，这样子哦。我应该可以报第3个有没有？我看看下午课你抢了，你自己不参加的。好啦，算了啦，就算我参加，搞不好3000块就是我拿。很可能呢。好，没关系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我们男生的部分。好，那个不晓得我们评审那个女生的部分的单子都已经都 OK 了哈。好，那个我们的那个，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理事那个钟左大哥，你可不可以陪同那个韩颖一起再就是说复检，哦。OK， 那个接下来就是我们的2位男士。好，在这次同望丸子的部分呢，我们就是今年有2位的参赛者。是的。那接着下来呢，我们欢迎我们的第一位的参赛者啊。那个我们的丸子是白色那一张纸，各位评审都有拿到了哈。不要搞错了哦。哦，白色是丸子的部分。OK。好，丸子的部分呢，接下来我们欢迎今天的第1号参赛者，他是我们第几届的？第1届。第1届的王子啊，他今天又来参选喽。是的。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1号的参赛者蒋子安。欢迎蒋子安，蒋中佐以及金美英所生下来的大儿子，如今已经长得非常大只哈，笑容可掬啊。他的右边我刚刚说他在浴室滑倒嘛，哦。最新的查查夫就是东仔，哎。La kina la kama la mufu mari-mari yang makula jagen di laburas. Aku kama di taganau, aku kina di aking, aku mangatan di Cimeru. Mari-mari yang makula. 接下来才艺的部分。好的，我再次说，主持人真的不好当。我们应该要派一个小弟弟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子安的才艺部分是自弹自唱。我相信接下来的星光大道应该会有很多安坡村的去比赛哦。7月25号在优国垦丁那边南湾之星有比赛，希望各位青年去踊跃的报名星光大道哈。长大了以后，想出去工作，为家里分担。那位年轻人舍不得离开姑姑的身边，哭红了眼睛，舍不得离开美丽的部落。对他说：“一个人
没关系，你就先站着吧。吉他我帮你拿好了。哦，好，他自己拿。那个，请问一下你的歌名是？夫妇的话。夫妇的话不简单，它中间有那个母语部分，我不晓得刚刚有没有听清楚哦。那个中间部分你可以清楚的讲一下吗？因为刚刚有点草率的带过。这个意思吗？不是要讲意思，就是你中间那一段母语怎么分？中间那个。怎么念？我有点不太会念的，因为那是东原部落的那个发音。哦，那刚刚啊，没有头发的意思吗？那个是东原部落的那个年轻人唱的歌，然后在学校学到的，所以就当做才艺表演。哦，真的很棒。好，我们还是谢谢今天那个子安的那个才艺表演，非常非常的精彩。想必他准备了很久，因为他可能要拿到3000块。刚刚从前面又滑到后面，对啊，又从这边滑到这里，哇，不简单嘞！哎，那个吉他高手，是不是刚刚的指法有点错误？哦，他说不错。掌声的意思就是不错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那么才艺的部分就这样子结束。那我们当然啦，当过了第1届的，还想要篡位第3届的吗？就看评审给不给分，就看我要不要参加。请说你的题目。当过童话王子，应该这题要很了解哦。如果他答错的话，评审请你们注意喽。安坡部落看到的童玩有哪些？请举例说明。有把洞、竹枪、竹剑，还有踩高跷，就这样。还有没有遗漏的？答案完不完美？有没有快点给他要扣分的机会？给百丽梦，快点！赶快！有没有少落的？那个参赛者，那个有哈。有吗？没有漏失掉呢。好吧。只有一个啦，只有一个，刚刚一直有2个字。哪一个？哦，编织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掌声？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1号参赛者蒋子安，他所带来的表演，还有他今天的走秀。医护人员，